最近天气的变化真大，观众朋友都爱特别注意哦。今仔温度有淡薄仔回升，气象署是指出讲，受到冷气团的影响，礼拜到拜一温度是真低，台北市区只有13度，中部甲东部地区嘛有可能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。 最近北部的天气冷，期间路人真侪人拢爆条条。气象署表示，20日是大陆冷气团减弱，气温有了回升，但是各台明仔载日一冬季会搁有一阵大陆冷气团落南，对下半部开始各地会翻冷，上冷可能会到12度左右，拍算会冷到后礼拜一，要等到后礼拜二24月天气才会较小落。这一波冷气团影响期间，我们预计在台南以北、宜兰跟花莲有机会下探到12度到13度左右。 高雄、屏东跟台东大概在14度到16度，金门、马祖的话则大概在10度左右，澎湖大概在15度左右。原来水汽的部分，气象署表示受东北季风的影响，20至22日，亲像基隆、台北、宜兰甲花莲较会有雨。过来23、24，因为咱边云系入来会落雨的所在嘛较大。伫咧这方面的东半部和西半部山区雨水也较高。水汽最多的时间是23号。 24号则是一个降雨逐步趋缓的过程，我们预计25号的话会是这一段时间里面水汽最少的时候。26号东北季风再度的增强，因此整体来说，在迎风面北部、东半部降雨又会逐步的增加。另外，气象署嘛特别提醒民众，第一透早受辐射冷却的影响，较空旷的所在可能会出现无到10度的低温。气象署已经先针对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南投和花莲发布黄色灯号的低温特报，请民众都要穿防烧。记者卢尚珠、柯炳杰台北报道。